喺內街個 sidewalk 有咁闊嘅話，其實好少有嘅，仲要有盤房啦。咁大個花園嘅話咧，係要街頭街尾 corner 位先有嘅。如果講細單位，佢而家就放盤1100萬。如果有興趣想揾啲類花園嘅，快啲揾我啦！而家介紹你睇一個細單位1016尺嘅，佢有個好闊嘅 sidewalk 嘅，側邊個通道係咁闊㗎，入契2車位。呢度就有隻門咧，可以由通道入翻去後花園嘅。介紹你啲睇呢隻咧係叫 D 型，地下係飯廳，飯廳有個廚房嘅。佢入門口位住樓梯嘅，有個樓梯底啦。有啲人做咗個士多房，或者喺呢度做個洗手間嘅。第一層就飯廳，嗱，原本地下係冇洗手間㗎，咁佢自己咧就做咗個洗手間喺呢個位置。如果地下有一層有洗手間咧，就好方便嘅。有咗用電磁爐嘅飯廳。呢就客廳啦。呢個花園咧，佢就有埋側邊個通道嘅，係咪好闊啊？你睇下，呢度可以出翻去個車房，或者出翻去街景嚟嘅。3層高嘅，3房1套。嗱，樓梯咧就喺中間嚟嘅，即係你見入門口咧就對咗見到條樓梯啊嘛。咁所以咧樓梯就喺中間，將個客廳同飯廳咧就左右兩邊分開咗。呢邊就客廳，客廳咧就有個大窗望到街嘅。望到網球場嘅，所以呢邊咧係相當之開揚嘅。前排呢邊嘅房，後排望樓景啦，望住自己嘅後花園啦。呢個係套房嚟㗎，3個睡房，第一層嗰個睡房咧就係套房嚟嘅。原來係浴缸設計嘅，佢又改咗做花灑。咁啊有個露台，呢個門後邊就係露台啦。3個睡房咧，有2個睡房咧係有露台嘅。呢度係第3層，第3層咧就有2個睡房。同埋一個浴室，呢度係第3個睡房。呢個睡房同樓下嗰個睡房咧差唔多大嘅。啲後邊因為大家都係新花園咧，咁所以去望樓景咧都唔係話太逼嘅。呢個睡房冇露台嘅。2個睡房咧就共用呢個浴室。第3個睡房，呢個就望街景嘅，咁啊有個露台啦。呢個露台都幾闊下㗎。
出邊個街係好開揚嘅，網球場嗰邊。嗱，上邊就係天台，有2個天台㗎，因為條樓梯嘅中間2個睡房咧喺左右㗎嘛，咁所以咧睡房上面就係天台，一個左一個右。呢個位置咧係以前咧做咗張床喺度俾姐姐瞓嘅，唔俾佢瞓嘅話就可以做儲物咯。如果你係揾緊呢隻積嘅話，同埋咁嘅花園形狀嘅話，盡快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你睇我嘅視頻啊！有興趣嘅可以打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我㗎，同埋希望你為我條片點個讚、分享及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晒你，拜拜。